AutoCAD 2027入邊嘅新 Checkout 功能，為團隊嘅 Forma 數據管理儲存嘅共享 DWG 檔案帶嚟全新嘅協作方式。當圖紙被鎖定時，其他用戶可以簽出嚟嘅需要修改嘅特定幾何圖形，咁樣就可以容許多個貢獻者同時並行工作。編輯會喺一個獨立嘅編輯環境入邊進行。完成編輯之後，你可以將修改提交成 trace 俾人審核。一旦修改被審核過，你就可以喺準備好嘅時候，安全咁將接受佢嘅修改合併返去原本嘅圖紙。呢個方法可以減少衝突同埋意外覆蓋，同時令團隊保持高效，亦都可以掌控共享圖紙，